后来今仔日总共会有2批疫苗运到台湾，除了拄只这个64万剂 AZ 之外，也有真侪人拢咧等的莫德纳。这批咱的政府家己采买莫德纳108万剂，永暗的10点外会运到位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以提供主第2剂为主。经过推算，这批莫德纳上紧9月27会当开始来做，但是符合资格会当做第2剂的人有246万人，也就是讲有将近一半的民众等无第2剂莫德纳。医师李秉颖就讲，这爱阁看第2剂是毋是会当开放套纳无共牌子的疫苗来做。另外，这个第1波的 BNT 疫苗检验风吹了后，9月18会配合地方78万剂，优先送入的校园，予学生来做。莫德纳总算要来啊！行政院长苏贞昌透早就伫面册分享尽训练机的画面，108万剂为亚特兰大机场登机起飞，估计阴暗10点左右就会到台湾。经过7天的检验期，2天改动配送时间，上紧9月27就使开始做，而且保留好做第2剂的人。不过量依然伤少，目前回推7月19进前做完头1剂，要等做第2剂的人总共有246万6486个人。也就是讲，超过一半的民众即摆依然无预防下通做，提醒乡亲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大概最久是到1年的时间啦，第1剂跟第2剂到一年左右，它还是有相当的免疫记忆，打第2剂还是会有相当的保护效果。如果有些人第2剂打不到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考虑说，能不能去混打其他的疫苗。国内莫德纳的第2剂需求量，伫9月中旬是头1波的高峰。听讲10月底进前会有400万剂莫德纳疫苗会到台湾，不过指挥中心无证实。只是还有60万剂莫德纳支持者，连头1剂拢还未做到。专家建议讲，会筛选同款是 mRNA、BNT 疫苗。著名平台伫9月17日中昼收单，若头1批184万剂 BNT 疫苗伫9月16完成检验，会伫9月18先予地方78万剂优先予校园去注射，后手会阁评估往40岁以下第9类的人员来做。